这个台湾人到柬埔寨做工防诈骗的事件，最近是一直在逼。警政署长黄明昭早起一透早，专工到桃园机场视察宣导，请要去柬埔寨的民众唔通互骗去。各县市的警察局嘛积极来清查管区内到柬埔寨的人数。像屏东县最近一年都有27个人到柬埔寨，其中有17个是原住民。家属讲，这囡仔享用真悬的薪水，请出国去做工，一个月安尼一个去都拢无消息。加上最近佫传出讲，有人迄个器官硬防摕掉去卖，互因是真烦恼、真着急。要出国趁钱，煞互关起来，互拍、互电击，遭囡仔互侮辱。柬埔寨做线工诈骗，这囡仔的亲人即马拢真着急。真的很抱歉的，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家孩子平安回来就好了。早囝讲要去台北食头路，想要到互骗去柬埔寨，另外2位妈妈的囡仔嘛同款。就是在那里好吗？妈妈平安，永远都是平安的，什么都不讲。求他们求你，求他们愿意帮我，要怎么帮我？怎么办呢？真烦恼，煞无法度做啥物代志，做妈妈的逐工流目屎，阁有小妹嘛互骗去的哥哥出面拜托台湾官方紧救人。我相信他们都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被诈骗、被侵犯、被电击、被打、被关，这都是每天都在上演的事情。因拢是屏东县原民部落的居民，部落有几个原民囡仔拢互柬埔寨人抓集团控制。屏东县警方清查，这1年以来，原来有27个人去柬埔寨，来自原乡的都有17个人。被虐待成那样，当了做母亲的，哪睡得着觉啊？做人拢真烦恼，因为人抓集团一直改变诈骗话术，都惊家己的囡仔嘛互骗去，所以警方嘛出招啊。下飞机后随即扣留护照、手机等物品，从事非法工作。巡逻车一出动，就开始放送，员警嘛去部落宣导，要求家人支付赎金。重则转卖给其他人蛇集团，沦为人体器官贩卖机。对7月底进行宣导到达，已经无原民朋友去柬埔寨的记录。屏东县警方嘛讲会继续宣导来提醒，嘛要提醒家长爱加关心囡仔，来避免互骗去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